我是唐朝人，就是皇帝能把儿媳妇娶为贵妃的那个时代，距离你们有1000多年。我娘怀我的时候，在河边洗衣服，一时高兴，就到河里戏水。 水生吧，就是啊，对呀。我是水里生的，就起名水生。他们叫我水哥。怎么了，师妹？找我爹。爹在那儿呢。好。慢点。爹。哎。喝水。真好玩！
剩我一个人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咱就别胡猜乱想了，把水哥他爹想的再坏，也是坏在外边啊，没坏在咱村上。他对咱村上的人咋样？你们和我都清楚。现在呀，水哥还是个孩子，惨遭灭门之灾，已很不幸。即使还有大难，咱们潘溪村的人岂能坐视不管，袖手旁观呢？仁义之心，乡亲之情，总该有吧？把大家叫来就是商量商量，给水哥找个安身之处，等他长大以后再做主张。你们要是都不说话，我就把我的心思先说出来。我看就把水哥安排在醋房。不行，这不合适啊！哎呦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水哥好赖也是个劳力了，总能给你做个帮手吧？一个小小的醋房要啥帮手嘛？
这什么你？啊？这你们再好好商量商量。多谢毛大人一路照顾，千里迢迢，险象多多，人祸毫发无损。我一定向户部禀报，为毛大人请功。客气了，这是分内的事儿。我还有公务，那就告辞了。告辞。这。老九，听我跟你们说啊，弟兄们，这回咱来长安城，怎么说也要多玩上几天，是不是啊？那咱们还不得来点实惠的，对吧？咱去波斯酒楼看胡旋舞，看小娘们的小蛮腰，摸摸小娘们的素手。你就这点出息啊？就这点出息一天？啊，毛大人有请。啊，毛大人有请。听毛大人吩咐。我问你，给御史大人准备的礼物好了吗？早就准备好了，完好无损。两样宝贝都完好无损。毛大人，您就放心吧。那就好。行了，你去吧，去喝酒吧。毛大人，还有事儿啊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。就是啊，弟兄们也不容易，想在长安多玩几天。我知道，常年在大漠戈壁跑，好不容易来京城了，想多耍2天，对吧？对。我也想多耍2天啊。你跟兄弟们说啊，这事儿要等到我见了御史王大人之后才能定。好啊，那就谢毛大人了。去吧。您喝好。哦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鸟。这叫玉孔雀，真正的祁连山优质玉材所制，不仅寓意吉祥，且雕工精细，稀世珍宝啊！王大人，我们杜大人说了，
只要王大人喜欢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哎，喜欢喜欢，你们杜大人真是用心良苦啊！是是是。哎呦，啊，哎呀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酒杯，酒杯，是酒杯，这叫夜光杯，天下闻名啊！1000年前就有着美玉之精的赞誉，在当朝更是名闻遐迩啊！是是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？听过这样的吟唱吗？没有。吟唱的就是这夜光杯，地方呢，就是你们那儿，瓜州。哦，是是是。哎呀，词是好词啊，就是太过夸张了一点儿，哪有那么悲壮啊？啊，比如说，你不就是沙场征战之人吗？不也还是在这瓜州与京城之间常来常往吗？那是仰仗王大人的大恩大德。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说说正事儿吧。你这次来，就是为了护送官家的商队吗？啊，不，那觐见王大人也是正事儿。我们杜大人说了，让我把王大人的吩咐啊带回瓜州，顺道我杀了一个人。杀了一个人啊？什么人呢？啊，就是卑职以前的搭档，人称啊神风刀，一直跟着杜大人。5年前突然不见了，他呀还带走了一笔钱财跑了。哎呀，他知道杜大人的底细，所以成了杜大人的心腹之患。杜大人向卑职下命令，要我行事规矩，就算挖地3尺，要把他挖出来。我找了整整5年呢，王大人终于知道他下落了，在哪儿？潘溪村，就是山根下的一个小村子。他现在金盆洗手不干了，安居乐业了。真是岂有此理！这么大的事情，竟然隐瞒不报。王大人，您别生气，杜大人是考虑到王大人是当朝的御史，百世缠身，所以没敢禀报，怕您分心。不过，王大人您请放心，世上再没有神风刀这个人了。你亲自去的？亲自去的，满门抄斩，一个不留，一把火烧了精光。你怎么知道一个不留呢？确实一个没留，他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我都查过。万一有人不在家呢？不会的，我保证。我要的不是你的保证，我是担心的万一。你知道，要是有一个漏网，那就是后患大后患。是是是。他家几口人呢？3口，3口。您看啊，他一个，他老婆，还有一个女娃。没有男孩？没有。这可能吗？像他那样的人，没有一个男孩延续香火，这可能吗？收起你的保证吧。要想让我放心，就别让我心里头有那个万一。你知道该怎么做的。我知道，王大人。我再回一趟潘溪村，如果有漏网的，杀了他。不要节外生枝。是，不节外生枝。你回瓜州以后，让杜恒来一趟京城。是。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是。慢着，管好你的人，不要在京城惹是生非。是。王大人，请您放心。你再替我去一趟潘溪村。潘溪村？为啥？本以为杀了神风刀，除了后患，王大人听了会高兴，没想到挨了一顿臭骂。他为啥骂你啊？
王大人要斩草除根。斩草除根，咱除了根了，那么小的毛娃子咱都没放过。我说，八子呀，这事儿咱们干得利索吗？利索呀。是吗？当然了。到了还是忘了件事儿，我忘了仔细打问。仔细打问？还有啥要打问的？万一当时他们家有人不在家呢？那不可能。什么叫不可能啊？我说万一当时他们家有人不在，咱没杀了，这就是个后患，这要出大事的。从瓜州牵扯到京城，再牵扯到王大人身上，咱就都完蛋了，知道吧？收山货了，狐狸、野羊、野兔，要皮不要肉。快点！中国党参人参，要干不要湿。好，要吗？核桃要吗？核桃不要。酸枣要吗？我家里有好多酸枣。不要，我这都够了啊。山杏呢？就是啊。我看看。要不要？不要。要，山杏是药，我爹说了可以治眼病。哦，能治眼病啊？那要了。好。来，都给你啊。谢谢。哇，酸枣也是药。不是药。酸枣不是药，酸枣就是药。就不是，不是，就是，不是，就是，不是，哎，就不是药，就是。哎呀，别打了。哎呦，我问你们，看见水哥没有？水哥从城门走了。对，就那边。酸枣不是药，是药，不是，就是。这是谁家的女子？卖醋的，就是他们在找水哥，水哥是他们的小工，水哥全家都被杀了，就在这儿。这锅真不小啊！我一个亲戚在甘谷峪当炉头，整天找好醋呢。就是可惜离我这儿太远了，得有200-300里路吧？不远，1天的路程。我看啊，你这一个人经营这么大个醋房，太不容易了。前些天啊，我这新添了个小工啊，等他真帮上手了，我就能轻松一点啊。哎呦，那就好。你把这个拿上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没啥意思。我呢是个收山货的，本来呢跟这醋没什么关系，可是你的醋是真的好，我替我亲戚订你一窖醋，就院子里的这些吧。你都要了？都要了。过些日子啊，我和他来拉醋，这些钱是给你的定金。这可是没想到的事情啊！你看啊，你卖醋收钱，我买醋给钱，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吧？是吧？是这样，过半个月我要是不来拉醋，这定金就全归你了。真的？真的。真是想不到的事，想不到。毛大人，我这回去盘溪村，打听清楚了，咱还真遗漏了一个。他奶奶的！人见了没有？没见人，我这不是害怕打草惊蛇吗？他现在还在村子里，在个醋坊里当小工呢。怎么办？
你确定没搞错吧？我确定。这次绝不能再让他跑了。啊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。明天就上路。是。驾！醋嘛，只是这叫醋啊，不在村上卖了。那你是啥意思吗？这叫醋，我已经订给外乡人了。外乡人，潘溪村的醋订给了外乡人，不成。哎呀，你看看你喝的。跟你没法说了，我没喝多，我说不成就是不成。我把人定金都收下来，这……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是想抬高醋价，你拿一个外人来压咱们潘溪村的人，你想抬高醋价？你看，我没喝多吧？你还没喝多，你满嘴胡说八道，什么抬醋价？你说外乡人，哪儿来的外乡人呢？也跟你说过了。哎呀，一个收山货的，收山货的。啊！这咋了？坏了！别一惊一乍的。我听村里人跟我说，来了一个收山货的，赶着辆驴车跟娃娃们打听水哥的事。收醋的是不是他？是外地口音，不是咱们这一带的。要出大事了！你别吓唬我！出什么大事？这不是收山货的，也不是来买醋的。那他干什么的？他说10天半月就来拉醋啊！你现在几天了？10天过了。你肯定？哎呀，我天天掰着手指头算日子，就等着他来拉醋了嘛。他是冲水哥来的，他是来要水哥命的啊！这咋办？我当初不愿意要水哥，就是怕惹事。你看，现在有事儿了，你说怎么办？你别喝了，你说呢？走，让水哥赶紧走。走哪儿啊？
不是不愿意留你，你大叔的心不是石头，也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，是救不了你。你大叔没这个本事，没这个力量。让水莲给你准备干粮，我一会儿给马加点料，路上的草料也会备好的。你准备一下，连夜启程。我不让水哥走，爹，水哥不能走。不管到哪儿，都想办法捎个信儿。大叔，你就放心了。不能走，爹，水哥不能走，不能走。赶紧逃命吧。别忘了我。不会的。我走了。对不起，我这段时间坏了你那么多粮食。别说这话，你是个好孩子。还有你，别忘了我。等我有了好的前程，我就骑马回来，驮着你闯天下。
话。但愿你能有个好的去处。封锁生死劫，少年郎，青兰诀，书法策马神风雪，斗酒世间，世间斗酒，一言而尽这男儿潇洒，纵马万里，万里纵马，一骑穿云霄对繁华。九重门，刀光烈，肝胆相照自豪杰。胡旋雷，寻孤雁，善恶不待天